我们没有包子吃，但是我们有柚子吃啊。对啊。这个感谢上帝哦，我们的荣民兄来看大家了，送柚子给大家。对，送柚子给大家。谢谢荣民兄。对，好，所以像刚刚这个庆姐问这些问题哈，我们可以在课堂上面做这些讨论啊，但是像如果是在教儿童主日学，那个方向跟角度就会不一样啊，反而是重点就要让孩子们知道说，因为他们做的不好，所以上帝喜悦，所以让以色列人去做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我儿子林文，因为我是做日本人代理店生意，他有一次问爸爸，日本人是很快的人呢，你为什么跟他做生意？老师也在问。他就是这个观念就是，你不能弄太阳，他不能做生意。就是伊是歹人，我要来赚伊的钱啊！谈得来，赚回来。不一样。好人的钱我无要赚，歹人的钱我要个赚。我们台湾其实有，但我们不能够说磨灭事实，就是我们确实台湾曾经被日本人统治，破坏殖民统治嘛。但是你说日本人他们完全没有贡献，其实他们贡献对台湾的贡献也蛮大的。因为当时他们真的是把台湾当作第一个殖民地，啊，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是他们的土地。对，所以才会说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他也不尽然全部都是武力的作为，啊，有时候包括像文化的进入，也会变成是那个地方的改变，啊，所以不一定都是武力，那只是圣经里面用的词都会比较直接，或者是会让人家觉得好像都是杀戮的东西很多，但是事实上，它有一些也是跟文化有关系，比如说强势的文化进入之后，就把那个地方的文化给并吞下来。所以像刚刚我有提到说，在台湾有一个原住民族叫做平埔族，啊，那但是平埔族现在已经比较少有这些人，因为搞不好很多人不晓得自己是平埔族的，为什么？因为都被汉化了。在新营那一带，不止，像那个宜兰那个噶玛兰就是，噶玛兰那个就是他们也是，他们其实大部分住在平地，以前很多原住民是住平地的，啊，但是后来他们渐渐被汉人给同化了，或者是就不见了，他们的文化就不见了，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像搞不好我们身上都会有那个平埔族的人的血统的这个血统在里面，只是我们已经不晓得了，无法可考，啊，所以那个占领不一定是只有叫做武力的攻占，包括文化的侵略那个部分都是，那个文化部分都是。但是不好听是说文化的侵略，但是好听一点就是文化上面也是会有一些交流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如果以我们现在穿这个衣服，这也不是华人的。正统的服装，如果是汉人的衣服，应该是穿那个长袍、马褂啊，那个才是汉人的那个正统的服装。是那个适合现在的生活啊、行动啊。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西化了，那个西方的文化已经变成是把我们的文化给取代，那更何况是原住民文化更弱势了。所以，其实汉人的文化已经几乎把原住民文化快要吃光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会强调母语的教育？因为语言才是保留文化的最基本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连母语都不会讲的话，其实对文化就会失去那个认识。那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有一度也是差一点连文字跟语言都没有，所以我们我记得在第2课的时候有提过，以色列人他们后来2000年被挪到这个各个地方、世界各国去的时候，他们跟当地就会同化之后，他们自己的语言就会不见了。所以上次提到那个开封的那个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已经不会讲希伯来语，他们已经不会讲，他们已经都跟汉人的文化都混在一起，所以其实他们汉化后的希伯来人，他们其实已经失去那个原本的
有的这些的文化的东西，所以文化的侵略其实是很可怕的，就会让你忘了自己的根是谁。所以其实有很多孩子，其实我们需要让他学会去寻找他的根，我的根在哪里？我原本是谁？我的出生在什么样的地方？我的血统是什么？这些也是要让孩子们去学习跟知道的东西，找回他的根源，找回他的根源。好，那我们刚已经扯远了啊。好，我们回到课本里面，请大家看67页。好，我们要进到第3本的历史书。好，这个也是在王国时期的这个之前的历史，叫做《路德记》。啊，这个《路德记》也是常常出现的，讨论度极高的一卷这个书了。因为这个难得圣经里面有提到有关姐妹的部分，所以《路德记》通常也是圣经里面姐妹们在查经的时候，翻阅率最高的内容啊。好，所以请看一下这个作者一样，它上面写说是撒母耳。好，但是请大家一样上面写以斯拉编，因为这个不确定作者是不是真的就是他，但是至少是以斯拉的时期把这些都编录成为比较正式的经典。好，背景我想应该路德记就不用太多的说明，就是主要的主角就是这个路德跟拿尔米啊。那本来这个大媳妇厄尔巴本来也是要跟啊，但是后来就是他放弃，他回他自己的家乡，所以后来跟拿尔米回到这个犹大地的是这个就是这个路德啊，就是路德。所以圣经里面你会看到有这个叫做外籍新娘，然后回到这个自己家乡的地方的，这个就是路德记的记录。那他也不是纯的叫做外籍新娘，是因为他们家本来搬到摩押地去生活，后来摩押地又这个男人都死光了，所以后来变成他们又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是带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所以等于是拿尔米把他的这个外国媳妇带回到自己的家乡的一个状态。好，所以67页这边我们这个书的作者提到一个东西，他说耶稣的家谱里面有4个很有名的女人，这个也请大家稍微记一下。耶稣的家谱里面有4个外邦女子，为什么特别记外邦女子？这几个都是外配，他们都是外配，然后他们跟这个犹太人结婚，然后生下后代。那耶稣也是这些外籍配偶的后代，包括大卫也是。大卫的曾祖母就是这个拉合。所以以前有人这样说：你从什么家庭出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建立什么样的家庭。所以有很多人说啊，那个外配的孩子或者是什么，好像比人家弱势，其实不见得。后来就是你要怎么去建立你的家庭跟你的未来，这个是你自己可以去做的选择啊。好，所以后来这个拿尔米帮他的媳妇路德找到了他的人生的幸福，就是跟那个波阿斯后来一起相处，后来结婚了啊。应该是都在拿尔米的设计当中，所以其实波阿斯是被那个拿尔米跟路德设计到的，路德是不知不觉当中被设计到的。所以看内容，它内容上应该就可以知道，因为特别叫他去波阿斯的田里面去收集麦穗。好，但是这个要跟大家先说明啊，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的规矩，就是你去到人家的麦田里面去收麦子，或者是去捡麦子是可以的，但是不是去割人家的东西，不是，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当时的做法是这样：我割麦子的时候，我会在那个田角的地方留下一些给谁？给穷人，给一些生活状况比较不好的人，让他们去收，或者是在收麦穗的时候，会故意留下一些给穷人去捡。所以当时的一个叫做社会关怀的做法，就是为了要保留一点给人家的面子，好像不是他故意去拿这些东西的，就是啊，我不小心
掉了一些麦穗，所以这些人到后面去捡这些东西，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他们是有这个状况。所以新约里面，耶稣的门徒彼得曾经有过一次进到麦田里面去，然后去抓了麦子起来吃。很多说他是偷窃，其实不是偷窃，这是可以的。他们当时的习惯是这样：你进到人家的麦田里面去，你可以在麦田里面索取你要吃的量，就是比如说你如果肚子饿，万一没办法的话，你可以抓那个麦穗起来搓一搓就可以当场可以吃，但是不可以把这个麦穗带出田以外。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带出田以外就是偷窃了。但是我如果在这个田里面去吃这个麦子的话，搓一搓，你吃也没有吃多少，所以对生的就可以吃哦。麦子可以，麦子可以，就是填肚子可以用。那所以彼得的那个事件是什么事件？他不是因为去拿麦子偷窃，不是，他的被争议的地方是，他是在安息日做这件事。因为这个搓麦子的动作，他们用的就是在做工的，所以跟那个偷窃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地方也是就是他们当时会留下一些麦穗、麦梗，会留在田地上，然后让一些穷人去捡拾这些东西。所以路德是到波阿斯的田里面去捡这些东西好，那另外他们还有一个规定叫做，我刚才讲这个叫做。游牧民族他们的一个婚姻关系叫做兄终弟及。我们在历史课本里面也读过这种叫兄终弟及。兄终弟及是什么？就是如果万一哥哥的这个结了婚，然后那个有太太有嫂子，但是如果万一哥哥不小心走了。生病或者是意外死亡或怎么样，那么弟弟有义务要去接收嫂嫂，然后跟他生孩子，生了孩子之后就挂在哥哥的名下，让他的名字有产业可以继承。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当时的一个文化背景，因为女人比较弱势，所以。讲过说，历史不是用我们现在去看过去而已，而是要了解它的情境。因为以前早期女性是比较弱势的，是比较没有办法工作的，所以她必须依附在男人的身边。所以，像如果这个男生他如果没有不存在了，或是他死亡之后，他的至亲的人是刚刚讲的兄终弟及。如果哥哥没有了，那就弟弟要有责任去娶哥哥的太太，然后为他生子立后，让哥哥的产业有人可以继承。好，那如果哥哥死的时候已经有孩子了呢？那就是一样，就是因为女生是刚刚讲女生比较弱势，所以如果没有男人的话，对他们来讲就会变成比较没有办法生活。所以通常像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也是，就是假设如果是有孩子的话，也要等到这个孩子长大，但是弟弟也是要娶这个嫂子这个是他们的文化，所以跟我们汉人的文化不一样。汉人的文化是我们是农业社会的，所以农业社会里面那个伦理的分际。伦理的分际很清楚，所以你不可以动这个哥哥的太太，也不可以动他的产业，这些东西在华人的圈子里面是这样，但是他们是可以的，就是哥哥的产业如果没有人继承的时候，就是弟弟要继承如果是这个哥哥有嫂子的话，就是要娶嫂嫂，然后把这个娶来之后生了孩子就要挂名在这个哥哥的名下，他们的一个习惯是这样。所以我上次好像讲过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那个满清的时候，清朝入关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多尔衮，他曾经差一点要娶这个康熙的阿嬷。那为什么会娶康熙的阿嬷？因为当时那个皇太极已经过世了，然后这个
这个大玉儿就是皇太极的太太，然后这个多尔衮是皇太极的这个弟弟。那入关之后已经把天下打下来了，所以后来变成是本来差一点多尔衮要跟这个大玉儿要结婚的，可是后来因为汉人的礼教的文化的影响下，所以他们就不敢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虽然他们是满洲人，但是他们要进到这个汉人的文化圈里，他要统治汉人的话，也要配合汉人的伦理道德，所以他们后来就不做这个事情。当然，因为大臣里面也有汉人嘛，所以一定会拿那个汉人的标准说，这个是不行。要不然，其实他们的文化里面是可以这样的，他们的文化里面是可以这样的。所以有一些文化背景是要去了解，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为什么圣经里面看到的背景跟我们是很格格不入的，格格不入的。因为汉人的文化里面比较没有这样啊。好，所以后来波阿斯为什么要娶路德？因为，他们当时其实两个人已经有感情了啊，但是中间其实还卡一个人，比他们更亲的亲属啊，所以必须要这个亲属放弃权利之后，这个波阿斯才可以娶这个路德为妻啊。所以，请大家看一下69页，这里就有以色列的亲属法，有没有？啊，亲人若因贫穷卖地为奴，亲属就要为他赎出，就是要赎回这个地。那亲人若受害，那个亲属要为他报仇；亲人若没有后嗣，亲人要娶其妻为他留后。这个是这个他们的当时的一个社会状况。所以后来为什么波阿斯娶路德，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更近的，但是他不愿意娶路德做太太，所以后来波阿斯才娶了路德当做妻子。但是他们当时有这个习惯，就是如果你不愿意娶这个人当太太的话，那这个当事人就是这个嫂嫂可以吐唾沫在你的脸上，表示说你没有尽责任，然后你还脱一只鞋子给那个嫂嫂，表示说这个我很亏欠你，所以我这个脱一只鞋子给你，表示我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就这样。所以他们当时的规矩是这样。那为什么这个至近的亲属没有娶路德？这个原因不详，但是知道的状况是，他会认为对他的财产有亏损，所以他不做这个事情。但是波阿斯娶路德的话，他的接受就是有可能搞不好他的财产以后还要有一份是要给他跟路德生的孩子，所以这个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也许他不认为那个是一个亏损，也许所以这个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内容。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对，路德记我们也看完了啊，很快的，已经亡国前的历史已经跑完了。所以有一些圣经内容看不懂的时候，其实有可能是文化背景的问题，我们会比较不了解，所以比较没有办法去知道说为什么会这样。那如果你知道有这个背景的时候，就是原来为什么这个弟弟可以娶嫂嫂，或者是至亲的人可以娶这个亲属，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在。好，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进到王国时期了啊。我们要准备来看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国王了。好，请看一下70页。这本书它的设计先跟大家讲一下，它在这个讲有关历史的部分的时候，它是把几卷书加在一起，所以后面你会看到比如说历代志跟列王记，有时候它是放在一起谈的，它是主要是要按照那个历史的顺序来看，它不是读一卷一卷这样来看所以如果各位回去看这个书的时候如果比较跟你的这个圣经里面的内容比较稍微不一样，是因为它把这个部分的时间点的历史是放一起来看的，所以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的落差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扫罗的王国，就是撒母耳开始啊。好，撒母耳的名字是这个。它的希伯来字是长这样啊。那以后大家多看几次就会知道，这个发 S 的音，这个是 M。所以从这边读过去就变成 Shamel。通常这个都是上帝的意思。Sham 是这个 Sham 这个是听见的意思。好，所以撒母耳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听见。那个美国人很喜欢用这个 Samuel 这个当做他们的这个国家的很多那个名字的那个山姆大叔就是这个 Samuel。我意思是就是意思就是上帝听见了啊，就是好像那个上帝在呼召这个人一样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当然。很多人还是认为说这个是撒母耳写的，这个上的地方啊。那这里提到说作者还有包括拿单啊、加德啊，可能是帮忙补充的，因为撒母耳上的后面的地方，撒母耳就走了，已经死掉了。那所以后来补充的有可能是拿单跟加德，但是这些都不可考，所以还是一样，请大家还是写上以斯拉编。所以撒母耳记就是记录开始王国时期的时候的开始啊。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分类，请大家看一下70页下面背景的地方，倒数第4行的地方，背景这一段的倒数第4行。他说撒母耳记上下跟列王上下称为以色列人的国史，那其实释义本将它翻译作列国1书、2书、3书、4书，所以这4本书本来是在一起的。那这个五大家，五加大这个就是拉丁文的译本，最早的拉丁文译本叫五加大译本，这个把它取名叫做列王1书、2书、3书、4书。所以这4本书是原本是接在一起啊。所以撒母耳上下、列王上下，本来这4本书是一起的内容。好，请大家看一下70页最下面这个地方，最后一位士师。为什么撒母耳这么有名？因为他是以色列史上最后的一位士师。好，那为什么他这么重要？是因为后来人家没有办法，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接受只有士师在管这个国家。为什么？因为没有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
对他们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吃亏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国家都有中央政府，都有国王，但是他们没有。然后士师又不能代表所有的全部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要求这个撒母耳要给他们立一个国王。所以撒母耳是一个很尴尬的时期，就是他同时是要跨过士师跟国王的时期的一个人。所以各位会看到，其实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不喜欢立国王这件事情。为什么？虽然表面上说是上帝不喜悦，但是事实上是这个撒母耳他很不喜欢。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的主导权没有了，那第二个就是等于百姓不再接受他的带领跟统治，他们要一个强有力的国王来带领他们所以这个撒母耳是因为他觉得心理上过不去了，因为虽然不是国王的角色，但是实质上士师已经类似国王的一个角色，但是百姓没有接受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当时的状况。所以扫罗跟第一任国王扫罗跟这个撒母耳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好，71页，请大家看一下撒母耳记里面当然最早讲的就是撒母耳他是怎么出生的所以哈拿就是撒母耳的妈妈，她就是刚刚讲的，上帝听见了，上帝听见这个哈拿的祷告，所以本来哈拿是不能生育的，后来哈拿后来生了这个撒母耳，然后就把他献给上帝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教小朋友那个圣经故事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个讲说这个半夜的时候，上帝就呼叫撒母耳撒母耳所以撒母耳的意思也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就是他听见上帝的声音那撒母耳的老师就是这个以利，就是这个大祭司以利，所以以利是倒数第二位的祭司，倒数第二位的士师。好，那后来以利的家的儿子没有一个成器的，所以他的2个儿子都没有办法继承这个士师的角色，所以后来是由这个撒母耳来继承。所以这个也是给传道人、给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就是也许你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你的孩子不见得就会按照你的方式去做。所以我常常讲说，约书亚讲的那句话其实非常不容易。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他看到的事情就是我影响不了别人，但是最少我可以影响我的家。但是现在恐怕我们会连自己的家人都影响不了，所以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警惕跟提醒。基督徒应该要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以利的家族的堕落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所以很多人说传道人的孩子不是天使就是魔鬼。为什么？因为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的服侍，有的会羡慕，有的是我从此以后不要再碰这个东西所以很多人说传道人的孩子不是天使就是魔鬼，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的。不怕让大家知道，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孩子，很多的牧师的孩子，看到在服侍的父母亲跟下来之后，父母亲那个冲突跟挣扎是很大，而且他们会被很无理的要求，曾经看过有一个牧师的孩子，在考完大学联考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大学联考，考完大学联考的时候被会友指责说：“你怎么会考这么差呢？你是牧师的孩子，怎么会考这么差？牧师的孩子有原罪吗？为什么一定要考上什么样的学校才叫做好？”所以这个是题外话好，以利的家族堕落，所以他们后来没有接这个祭司跟这个士师的这个角色所以后来约柜也有一度因为这样的缘故被掳去了，被非利士人掳去。非利士人是一群怎么样的族群？非利士人其实他们是一群
海上民族。我们在圣经里面叫非利士人，对不对？在历史课本里面可能各位有看过一个叫腓尼基人。腓尼基人他们的基地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基地在意大利半岛的下面的地方有几个海岛，所以他们其实发迹是从那个地方出去的。他们本来是当海盗的，后来到这个陆地上的时候，他们就占领陆地为王了。所以后来非利士人就是这些腓尼基人他们的分支或者是后代。所以基本上他们也是外来族群进到这个迦南地的地方，占地为王了。那虽然撒母耳可以笑他的老师了嘛，因为他们的老师的孩子都不争气，但是事实上撒母耳的孩子也不争气，所以后来撒母耳的孩子也没有接他的工作。所以刚刚提到的就是，基督徒传道人要常常要警惕自己的孩子，也要很好的一个教育跟管教啊。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71页下面前面的地方，请大家自己看啊。第5，撒母耳认士师这个地方，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撒母耳认士师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有打赢过非利士人，但是后来这个人民要向神要求立王治理的时候，这里说神不喜悦，但是仍然允了立王的要求，所以这个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表示说，上帝同意以色列人立王，其实也是表示撒母耳是在很不得已的情况下去立这个国王。好，72页，请大家看一下，第一个以色列的国王就是这个扫罗。好，所以扫罗被膏立为王，其实扫罗的背景还不错。那扫罗的背景，他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这里要说他高大俊美，善体人意，知书达理，谦虚宽大。本来刚开始是这样，所以本来他还得到圣灵的充满。所以圣经里面在撒母耳记里面形容扫罗有个很特别的形容，就是上帝给他新的心跟新的灵。通常这个词只有在新约圣经才看得到。扫罗成为国王的时候，被膏立的时候，上帝给他新的心、新的灵，所以本来扫罗应该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国王的角色，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色。好，但是他什么时候开始出状况？请大家看一下72页这边。4跟5这里，扫罗第一次违背上帝啊。扫罗第一次违背上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他要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然后因为等不到祭司撒母耳来献祭，所以他就代为献祭，上去献祭了。好，所以后来等他献祭完的时候，撒母耳就突然间出现了，所以撒母耳很不高兴，他说：“你怎么可以做了我的工作呢？”啊，所以后来就责备他啊，所以。又要求百姓要禁食的，打仗打到不能吃饭，要趁着打仗的时候，所以，这个叫大头症，就是打仗又不给人家吃饭，所以后来连他儿子约拿单都犯了禁令，差一点送命，所以这一次的事件也是扫罗的第一次的失误，所以圣经里面。撒母耳提醒扫罗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常常会在圣经里面会用到的经文。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听过这个话吗？
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之友。因为扫罗他说啊，这个因为你还没来，所以我怕了百姓都跑掉了，所以我就赶快上去献祭了啊。但是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之友。也许你觉得献祭很重要，但是上帝的要求是你要听从他的命令，听从他的指导跟教训，比献祭要更加的重要。好，然后第二次的违背是，上帝要这个扫罗去把这个亚玛力人击杀，甚至他说所有的都要灭掉啊。他说这里提到说再次的推卸责任，因为他要把牛羊全部都收刮回来，然后有留下了这个亚玛力王的命，所以后来撒母耳就非常生气，而且这个扫罗用的理由很好，他说这些牛羊是要献给上帝的，但是撒母耳给他的命令是你要全部把这些全部灭掉。好，当然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很残忍或是很狠啊，但是事实上。要让各位知道，其实有些别的地区或是别的地方有的病毒，为什么我们现在病毒这么猖狂？你看到现在我们说今天有3万多个病例，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一些民族或是有一些地方的牲畜或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的病毒或病菌，真的会影响或是感染到，就是没有抵抗力的民族。所以很有可能因为这样的接触会导致这个民族或者是人民的损伤或者是疾病。这个要先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好，为什么会这样说？不是没有原因的哈。远流出版社他们有出过一本书，叫做《枪炮、病菌与钢铁》。这个是以前我在历史系里面，在动物历史系里面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很极力推荐的这本书。那这本书是什么？他说，为什么区5000人的西班牙人可以把当时的印加帝国将近2000万人的这么大的这个人口给全灭掉？因为西方人有这个他们当时印第安人没有的东西，叫做天花病毒啊，所以当时的印第安人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战死的人数，因为天花病毒的影响，反而让这些的印加帝国的人染上了天花病毒，以至于他们无力去对抗那个5000个外来的族群，所以后来就变乖乖的就被统治了。5000人可以打赢2000万人的民族，所以各位可以知道说那个病毒是相当的强悍的，而且西方人、欧洲人他们又掌握了制铁的技术，所以在制铁技术上、金属冶炼的技术上又强过这个印加人，所以后来为什么他们会被统治，其实也是有原因的。所以各位在看一些历史的内容的时候，需要知道有一些背景，是因为什么不适合去跟这些外族人接触，因为也有可能会是卫生环境跟条件的影响。那现在因为是地球村了，所以很有可能非洲发生的病毒很快就会延伸到欧洲或是美洲去，因为这个互相的那个联系太多了。这个只是猜测，也许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有圣经学者是这样的认为。好，所以扫罗其实很可惜，扫罗原本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但是后来因为一再的违背上帝的话，所以后来撒母耳也厌弃他。他说上帝也厌弃他，其实有可能是撒母耳是比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撒母耳不再喜欢这个国王了，所以后来撒母耳就另外再高立这个人叫做大卫。请大家看一下72页下面，所以第二个国王就出现了，而且这个还不是血缘关系的，这个第二个国王叫做大卫。这里提到说神的灵大大充满，神的灵也离开了扫罗，所以当时的人会看得出来上帝的灵有没有在这个人身上，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好，73页，大家看一下，后来大卫因为功高震主，所以后来被这个扫罗给嫉妒，所以因为讲了这个
扫罗杀死千，大卫杀死万，所以后来这个被嫉妒了，这个员工的功劳赢过老板，所以老板受不了，所以必须要逃离扫罗的追杀。所以大卫的一生当中，其实逃命的时间比当国王的时间久。好，其他的就请大家自己来看啊。但是大卫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有机会干掉他的老板，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啊。所以其实为什么大卫我们说他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即使他有这个权利，但是他没有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干掉他的长官啊。他常常告诫他的那个下属说，他是上帝所高立的，不可以伤害上帝所高立的那个长官，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常常去学习的事情，因为不是每一个领袖都符合我们的要求跟期待，但是千万不要常常去